如果你有長期肩頸膊痛、M 痛、頭痛、睡眠唔好嘅困擾，同你分享一個1分鐘用雙手做能量療愈技巧，可以幫助加速身體嘅修復。Step 1，雙手手掌搓熱，搓大概30下。Step 2，將手放喺你身體嗰個唔舒服嘅位置，你邊度唔舒服就放邊度。Step 3，諗翻起一個你好愛嘅人，或者一件你好感恩嘅事，一段好美好嘅回憶。喺諗緊嘅時候，感受你心有一股愛嘅能量光芒，順住你嘅心流入到你嘅手臂，再流入到你嘅手掌，然後再從你嘅手掌流到去你身體嗰個唔舒服嘅部位。你就雙手 hold 喺度1分鐘就可以啦。喺呢1分鐘，你就係諗住嗰件好美好嘅事，嗰個好好嘅人，收藏起來。而家就即刻去做，做完後你感覺下嗰個唔舒服嘅位置有冇舒緩咗、放鬆咗？呢一個練習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，你持續做，你會感受到身體有變化。想學更加完整嘅能量療愈方法，留言靈氣同你分享。